工具使呢，这一天一天的啊，天天就整这老婆的快递。你瞅瞅这家伙，哎呦，还这今儿个减肥，明儿个减肥，你这一天一天不知道减的哪边有肥。接过去。哎呦，酸菜，哎，肉，哎呀，成天整这小酒也到货了。哎，再不就减肥，你吃吧。老叔啊，你少吃点，少喝点，没事儿。你看我都现在这小身材不挠挠的，小喝怡情。哎，你这还真挺会整。这托盘可是经典的酒啊，这酒你也搞过来了。大龟啊，今儿个咱们不吃这牛羊肉了。你张叔家今天杀那个草原溜达猪，我搁那顺点这个大骨头。咱们今天来个酸菜血肠大骨头，那可太行了，老叔，咱们呼伦贝尔的都爱吃。这说归说，唠归唠的，这眼瞅到年底了，你个对象得啥时候能领回来呀？这玩意儿老香了你。我跟你说话呢。老叔，我饿了，老叔。跟他一说点正事儿，哎，他就跟你勒了没用，天天吹的，眼珠瞪赞亮。你别搁这坐着了，去给那葱花给我切了，还有点姜。盖上锅盖，清蒸好菜。这外头也太冷了，这赶冰箱了，30多度。哟，关注啊！哇，很多人都以为咱呼伦贝尔啊只属于内蒙古，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以为我们天天只吃牛羊肉呢，我们也吃地地道道的什么酸菜大骨烩血肠，因为咱们这边属于蒙东地区，桌上也爱吃这口。那杀猪酸菜在咱这儿那也是硬菜中的硬菜呢。你也别转移话题啊，整那些没用的。你啥时候能把对象领回来？老叔这血肠可香了，你尝尝来。哎，这酒我跟你说，老叔贼拉像样，咱俩这个好酒好菜的，别提那对象的事儿，咱爷俩今天好好喝点。慢点，别糟蹋了啊！这酒老好喝了，醇香不说，还老带劲了。过年就得喝它。沱牌T68，沱牌可是80多年的老名酒了。那可不是我们那代人的回忆呀，还是特级酒体，喝起来那才叫一个纯甜净爽。来呼伦贝尔过年吧，大雪纷飞，美食还有美酒，美景。